其中那当兵个有花郎，给行那当兵叫做拉的走身人的梦叫拉，几多大众好被蹲叫走拉。有，快给做啥？是走。我那水产呢？老六，走路咁快的，我那水产呢？谁的？内膜呀内膜，都要怪个子老公的肉啊！唉，那搞这个撒谎，被大叫，我想办法，要么个没查到了。有了，价值不内，多子不够，过路上我简直慌啊！唉。大爷，我到那几个么的不错，什么？然后我打算如家自尊类的我黑着。要。关键要。我家蹲到在肉打上，你去找梦等我那天东窗。要。哪爷快赶走不好，我弄错了。没哪爷的去。只要没坏的他谁老子哦？
没有，对呀，木花人也开哦，对人家那个长做啊，木花人就被推个下路，被推死了哈。冷球，木花人没跟推了，你要想想啊，你看过？Goodbye。冷球，干么要在场干大门开到你，就喊咕子脚，那后来一个干门开到你。指南过来要上，有种三毛上贼，带那只脑绿灯山，嘎嘎嘎我，经营到走，容字容八，只才山东。到啥的人才看呐？要是能够看到你的容梦啊！叫那这些话，真够你傻，虎够你笨。家你脑骨一毛，国产的没容你的自己。要果我一度有晒嘛，咋落背呢？你就够傻了喽！那个要没警察啊，到中后背啊，靠这靠汉顿查错啊，就是他知道啊。你回来也要回去找。哎，你看，第二你找到了？对了。那注意靠种惊动的啊，硬是蒙脚都是闹啊。故事上面就有那主席，我还是对那主呢，我不要找好多闹不来了，我要你做对3年，那告知小撒谎，错人被反内幕操作警察，你要知道中头门操纵路。